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看环境、特勤的安全甲防护的装备。针对高雄市的观光局长参加基丁温州小三通的剪彩，苏贞昌讲这是闹剧，高雄市府应该严加督管以及主管的言行。市长韩国瑜今仔日嘛来道歉，讲会要求市府所属未来参加任何的活动仪式，要事先做好调查，袂当过来发生同款的错误。路警即刻发布状况，国道警察赶紧走。挡住车辆的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关心警察的工作安全，嘛讲到可能差一点危害防疫安全的高雄小三通。苏贞昌批评这是一场闹剧。业务市长说，这可能涉及诈欺。那真的，一家解散的航运公司，一条注销的航权，2艘船过去都有不良的记录，真的是非常的荒唐闹剧。高雄市警察局在警政署的督管下，好好的办这一件有没有诈欺？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讲，高雄基丁到温州洞头的小三通仪式是伫码头进行，爱交通部查明港务公司是毋是确定这个活动，暗示中央应该负责。这个主办方从没提出申请，港务公司也从没核准该活动。该活动所办的地点是在高雄市政府管理的土地上，所以希望不要有错误的认知跟以讹传讹。真罕见的在活动结束前再次回答记者的提问，毕竟有关国安甲两化敏感议题，苏贞昌一定要讲清楚、讲明白。